2025年11月8日，震撼彈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強硬表態，若果中共膽敢入侵台灣，日本會與美國一同參戰。11月7日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國會明確表態，若中共以戰艦或無人機等武力封鎖或進攻台灣，將有可能構成全立危機事態。若果一旦成立，日本可依據2015年安保法行使集體自衛權。自衛隊將與美國共同應對，日本不再戰略模糊。高市早苗明確表態，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。日本已經從外交層面提升到國防準則，中共若夠膽武力入侵台灣，日本將不會袖手旁觀。呢個直情係對習近平掟出咗一個震撼彈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